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8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是2月8连假的上尾天咯。高速公路叫预告，包括国道1号苗栗往湖口顶11个路段拢会塞车，嘛建议民众会当驶西部的国道。对于南部要往北，还是国道5号往北，早起就要量早出发。2月8连假就要结束，真侪所在拢出现上北的车流。苏花方向的路比去年同期的交通量增加3成以上，因为车多，而且伫咧花德磅坑内发生一件6台车相落的连环车祸，车拢无法度过，好加在正紧就排除恢复通车。现场双向堵塞警方实施双向管制，并通知多辆车到场排除，以14时40分抢通恢复双向通车。今仔日收假可能车一个排甲路长，高公局估计今仔日收假国道交通量是109万车公里，是普通时年平均的1.2倍。重点较会塞车的路段，会是伫国道1号上北苗栗到湖口，国3上北关西到大溪，国5上北宜兰到屏南等11个路段。建议用路人若是要用西部的国道，就要自南部地区出发，或者是国道5号上北，记得要提早伫早起9点进前出发。像昨日到西山磅坑就塞5公里。5到5号从北向的宜兰至坪林路段有车多拥塞的状况，估北向的车潮会一直持续到深夜才会逐渐疏解。国公局估计今仔日苏花方向规港的车流，路南的是7600台，上北的是15800台。会继续实施苏花改大客车优先的措施，也会依照车流量调控沿路路口的标志，由现场的警力疏导交通，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回去厝的。记者综合报道。有不少民众趁这几天放假提早去陪梦，也毋过嘛传出讲有真侪墓地火烧，敢若屏东的公墓都有33件火灾。2日屏东消防队恒春分队有一个姓肖的消防员，就因为执行公务却不幸过往。屏东县长周春美去慰问家属了后，嘛强调讲要严格来查办放火烧杂草的人，所有的消防设备嘛要全面来检修。屏东警方27早起到恒春消防分队对案发的水箱车进行勘验修正。伫分队最安检员的4小的雷群消防员2日志愿公布火灾时不幸来死亡，检警要来调查原因。初步检查水箱车的机械并无正常的情形。水缸上面要载水，可能重量都会比较重一点嘛，有一点小斜坡，的时候，多多少少可能也会造成车子的滑动。边边5栋的水箱车厝顶档4小的消防员甲手动救好了后，落车坑咧那栋，无想到车向向出来，甲伊跌到煞重伤不治死亡。维修厂业者讲，当车停伫车厝的所在，敢若靠手动恐惊是无够力。在重物的在斜坡的地方有可能还不够啊，所以他们大车应该还有一个叫做总刹车啊。做来群这4小的消防员，因为爱出外勤，想袂少民众趁2日8连假提早来陪梦。公墓火灾加真多，风真头互火势一直炭烧。4小的消防员随大队长出动来支援。屏东县长周春美探视家属了，强调会争取相关的护卫，也要甲烧杂草引火人依照放火罪嫌严办。相关的消防的设备设施，我们也要全面的检修，确保我们弟兄执勤的一个安全。基层一直烧起来，恒春这个公墓已经陆续烧2天外，也炭烧到周围的田地，互消防员是真无用。屏东今日拜六就33层的公墓火灾，各地公墓火灾件数也拢增加，高雄20件，台中也27件。消防局也呼吁民众莫伫墓地烧杂草，以免造成火灾，也影响到其他徛家也是农地。记者综合报道。2日8事件今年是76周年，台湾基进党张开记者会表示讲，迄当时有真侪受难者互冤枉，阁还未平反哦。伊呼吁蒋家的后代，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要向受难者甲后代回息咧。蒋万安无法否认的是，自己就是过去党国庇荫下的受益者。既然要继承这样的一个政治遗产，就应该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政治责任哦。我们呼吁中国国民党要承担党国的血腥历史，也要承担威权政府在台湾这块土地留下的血腥印记哦。
台湾基进党除了要求蒋万安回师的，嘛要求国民党要爱真心来面对进前的错误。面对错误是转型正义正重要的关键。基进党嘛指出讲，出转会伫去年改变了后，包括国民党的政治档案的公开、企图维权的任务，拢无啥进度。伊嘛呼吁执政的民进党要爱赶紧来完成转型正义。再来看南投县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这礼拜六就要投票咯。这几天放假，哪里定赢，拢积极呼选咯。副总统赖清德连续3天拢去南投帮民进党的候选人带陪会来助选。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南营的县市长立委，嘛拢去帮林明珍来徛台拜票。南投县第2选区立委补选就要到啊！民进党候选人蔡培慧二届到鹿谷沿路拜票，副总统赖清德是连续第3天到南投做港，两个人拢批评对手林明珍县长做8年啊，南投本所的问题拢无解决，佮安排伊的后生做县长的特别助理，公私无分。今天任何一个垃圾问题一定要经过一个环评的评估，但是林明珍前县长完全没有跟地方沟通，然后就要把这个废弃物整个南投县都放到竹山，这对竹山是非常不公平的。依照县长府安排家己后生来做县长的特别助理，我咧想讲，全南投县敢真正找无一个少年呢？林明珍，感谢有你真好。国民党候选人林明珍是由立委王凤梅，也个嘉义市长黄惠敏分别陪伊扫街拜票。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带国民党中部地区的县市长伫德山办造势暗会，批评立兄若拄着选举就一直抹黑，拢无看到县府执政团队过去的努力。选上立委，我会跟许说好好处理我们竹山的垃圾问题。现在啊，我们环保局也陆续的把我们囤积的垃圾往外送去燃烧哈，所以你不要再继续抹黑哈。卖互大家认为讲会当透过这个奥步来改变南投，来改变咱的民主。南投立委补选第2选区，俗称落水溪线。范围包括南投市、德山、集集、民间、鹿谷、水里加信义等7个乡镇市，这边有投票资格候选人有198412人，拜六3月初4投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是连假的上尾日，各地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敢若东部阁有大台北山区会落淡薄仔雨。明仔载暗时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又搁会较凉冷咯。咱来看温度，气象局是表示讲，今仔明仔载2天哦，冷气团减弱，也毋过哦，早暗温度是搁差真济。透早各地气温拢较凉冷，今仔透早上低温哦，是伫台东鹿野的瑞河川，只有7.4度。另外，气象局嘛针对全台湾内的县市发布低温特报，可能会出现10度以下的温度。桃园以北甲东部会落淡薄仔雨，其他的所在哦，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今仔明仔载2天，西部阁有马祖，部分所在会有蒙雾，也是讲云会真低哦，能见度是无介好，所以嘛爱特别注意。也毋过明仔载暗时又阁有一波东北季风，到时阵哦，北部甲东北部天气又阁会变甲较凉冷咯。其他的所在哦，早暗嘛是阁真凉冷，所以出门哦，上好爱加早一领外套。该看昨甲今仔日哦，拢真好天，所以出门去佚佗的人是真侪哦。这几天哦，伫南投溪地乡的游乐园拢客满，也正是呼吁游客莫过来啊。另外哦，台中的武林农场嘛展开重量的管制，高雄高山的渡船哦，嘛是排队排到路长。另外伫台南苗栗阁有宜兰哦，有真侪民众违规停车，所以警方嘛加强处理。大块的樱花正做粉红色磅空，连假拄着樱花季，南投溪地游乐园人是直通通。先日起提早2点钟开园，暗过不到10点停车场落满8成。游乐园方面，阁呼吁旅客该去其他旅游景点。昨天还早一点点，启动这样的一个疏散机制。台中的武林农场樱花满开的画面，也吸引真侪游客上山。
园方表示，这4天连假园区大房率拢有9成以上，逐天入园人数差不多6000人。回归期间启动总量管制甲园区的交通管制，确保旅游的品质。农场也有人员管制啦，所以人员不会很多。目前相关住宿率都是全满，而且在3月15号之前，住宿率也超过92%。年假加上疫情转好，各地景点旅游潮爆发，高雄高山渡轮站人也真多，排甲长路路，要坐到机顶至少要等半点钟以上，当地民众甲游客拢感觉真辛苦。快1个小时，就是要有耐心，再多等一会，比平常多等一会。几摆沙坡车互警方查落，民众连假去宜兰南澳佚佗，沙坡车违规赛地车路，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被开出16张的罚单。了了第3线三环甲西南路段，若到假日动机就真济，噪音互附近居民实在挡袂牢。环保局拄仔伫第3线2个所在设固定式噪音处理，还佫加强机动处理。按过居民讲，噪音的问题依然无改善。它也是一样啊，装了还是一样哦，没有用，哪有什么用？你可以来试试看，坐在这里，我跟你讲，那个它还是照标啊，尤其这样是来回骑，来回骑。另外，台南有骑机车的人翕照，经过台南后嘉县环附近，违停真严重。伫个红线或者是慢车道，甚至还有计程车直接停伫个等外的所在，佮挡着过路人的回条线，就是为着要食牛肉汤。警方表示，因为这间店是24点钟营业，而且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发，也会加强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是2礼拜纪念日，宜兰县头城妈祖庙庆元宫的庙埕是2八事件伫宜兰史上上严重的所在哦。县政府有设一个纪念碑，也毋过有家属是质疑讲，设纪念碑的地点毋是当初事故发生的所在。家属是认为应该甲纪念碑刷去庙埕的头前，也毋过庙方并无同意哦。县政府是表示讲，已经成立一个沟通的平台，会继续来协助沟通。伫车驶来驶去路边有一座纪念碑，这座伫头城妈祖庙矿场边的纪念碑是县府采纪念，因为2八事件死伫咧这个矿场的7位受难者。不过采伫路边的挖角，一般人拢袂去注意。没注意，没有注意这样，平常不会注意到啦。对啊，平常不会注意到，平常会注意到。平常没注意到。根据官方的资料，宜兰县2班受难者至少有33人以上，受难地点自北边的头城一直到南边的南澳。县政府伫2016年为各地受难者采纪念碑，其中头城伫妈祖庙头前的矿场是宜兰2班史上上惨重的所在，有7位，包括迄当阵宜兰县议长桂中元。它现在摆在路旁真的很难看，而且也对那些受难者也是说表示也是种不尊敬。受难者家属认为纪念碑采伫咧路边，甲历史无符合，也真歹看。几多年来拢争取要甲纪念碑选到矿场事发的地点，不过庙方反对，认为受难者无头城人，也甲扣着伫咧妈祖正神头前纪念死人，所以拢无结果。那我们也在去年呢，邀集了协会公所以及庙方及相关单位呢，然后建立一个平台，让大家的意见呢能够充分的沟通与反映。县府虽然已经协助家属甲庙方建立沟通平台，并且讲会继续协助沟通，不过几多年来，这座纪念碑也是一直踩伫咧路边，转型正义这波当时才人下出去，考验公部门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中国时报》。目前咱的固定假日拢是按照来进步纪念日个节日实施办法，也毋过有立委是认为应该爱提悬法律的位阶。朝野各党嘛拢有相关的提案。原住民的立委是望讲会当增加原住民族日，有金门的立委就望讲823炮战纪念日嘛来做固定假日。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会伫3月初2进行初审。再来看《联合报》，国防部预告要修正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外界嘛是真关心哦。过去只是形式青年学生动员计划，最近教育部调集地方教育主管机关要来讨论，按说要甲16岁以上学生的名单
登记伫国防部的资讯系统哦。不过国防部是强调讲，现在的民防法已经有规定讲，高中以上的学生啊，都要编组来做防护团，协助救护、消防等任务，并不是参战，外界是唔免伤过烦恼。再来看自由时报哦，民众开车的时阵，若是头前的车驶甲真慢，大部分的驾驶拢会超车。也毋过哦，驾驶可能无啥了解，讲一届连续超车2台，就算是违规咯。上济是当罚2400块。民众哦，拢定定是收到红单才知影讲，原来安尼嘛算是违规，所以嘛提醒民众着爱特别注意。再来看基隆市政府要争取代替加开基隆直接驶到南港的列车哦，也毋过代替是认为讲会影响到其他的区间车，所以并无同意。也毋过基隆市政府表示讲，因有民调显示讲有7%的市民认为着爱有直达车。交通部长王国材嘛表示讲会来研究调整。28年假基隆火车头未少观光客准备坐火车转去，毋过若是平常时上下班的通勤时间，因为基隆通勤到台北上班读册民众未少，较会出现坐飞机情形。基隆市府公布一份详细的民调，显示市民支持加开直达车的比率高达7%，其他发车时间是7点30分上济。基隆蛮多人去台北上班的，然后常常就是车就是不够，直达还不错啊，民众可以上班方便，当然是很 OK 这样子，比较便利一点。是很需要，不只是7%啊，9%啊，这100%200都需要。毋过通勤站好早起7点到9点，基隆有7班的区间车。代替表示，若是直达车，其他区间车爱让予直达车，会拖长运输时间，影响营运。市府提出早起7点34分，为基隆到台北109处自强区家庭人感站，配合下晡年上路800几套青字月票政策，各转载捷运，减轻通勤族的负担。假设这个车次能增加停南港转运站，差不多8点刚好到，就是因为它是自强号，它的优先顺序是较前面的，再去做一个转乘，就可以很迅速去疏解我们的一个上班的一个人潮。市长谢国良已经向交通部长王国材反映市民通勤需求，王国材承诺会进行紧急调整。最近发生的906客运脱班争议，市府顶礼拜邀请经营路线复合客运甲国光客运业者参详改善方案，复合配合加开2班次，其他客运也支援车辆甲司机，慢慢改善通勤族无车通坐困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社区病院传出讲有真侪药品拢无货咯，卫生福利部昨晚临时开记者会来说明，处长王必胜是表示讲，今年通报欠货药品有88项，这药品就是未调整药价哦。也毋过小署嘛已经来成立一个药品供应资讯平台，会当随时来了解药品供应的状况。4月初1开始会按照计划来实施健保药价的新制度。欠药的问题，为基层诊所、社区药房扩大到病院，毋但软便剂、抗生素等等接用的药叫无货，就连慢性药单的药嘛有供应无够的情形。药没有了怎么办？都找不到。那就不要吃啊，怎么办？目前社区药局交不到一些慢性病的常用药，如软便剂的氧化镁，如抗生素的安灭菌，还有一些帮助循环的克酸等，都是常用的慢性病用药。卫福部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罗西亚乌克兰战争、甲欠工等等因素的影响，全世界拢面临药品欠缺的问题。为了强化咱国药品稳定供应的机制，短期内会协调业者增加产能，亲像氧化镁软便剂，新增了后已经生产3000万粒，未来嘛会建立防欠药中心。我们已经及时的核准那另外的一家药厂来制造。那其实它健保的月用量大概是2000万锭，那我们大概在我们现在每月大概可以生产3000万锭，那春节之后已经大量生产。另外，健保药价新的制度会在4月初1如期实施，按上会调降6000多项药品的计销，总金额是81.8亿。不过，卫福部强调讲，这届欠药通报的88项药品已经排除在外，未做调整。另外，嘛有新增加上加计销保障的机制，厂商若认为抬价了后无够成本，会当提交分析报告，健保署会重新审议。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土耳其甲叙利亚一直传出电动尾，昨又搁发生规模5点内的电动尾，造成1个人死亡，上百个人受伤，嘛有几10栋的厝崩掉。对2月初6开以后已经有将近大细1万架的电动尾咯。另外，土耳其的司法部嘛继续的调查建筑物敢有偷工减料，嘛已经有将近200个人被抓起来。这栋60楼高的厝柜的倒来，土耳其叙利亚强烈地震3礼拜了，搁传出地震，震央伫咧东南部的马拉特亚省，规模是5.6，因为深度只敢若5公里，是浅层地震，有真侪本来就已经受损、强要倒去的厝倒来。当局讲有60栋建筑物倒来，土耳其灾害甲应变管理署已经派搜救队去救。土耳其叙利亚强烈地震造成2个国家超过5万人死亡，自2月初6到即马有要到1万外边的地震。土耳其11个省灾情正严重。又被甲各种红仔等咧脚球场内面，表示对地震时阵受灾儿童的支持。这场伫土耳其第一大城伊斯坦堡举行的脱壳联赛，比赛伫咧4分17秒时阵暂停，向地震发生的时间致意。又被开始甲各种红仔等咧场内。因为这边地震已经造成差不多5万的囡仔死亡，这个红仔加冻寒的3个会关到灾区，安打受灾儿童的心灵。不过这个时阵，场内有抗议的声音，有一寡球迷对当局救灾动作伤慢，应变无够，喊口号叫执政者下台。一寡球队无同意这种的示威。土耳其体育部长讲，体育场馆唔是政治活动的场所，有一寡利益团体进行针对性的拨弄，想要破坏国家的团结。伊斯坦堡市中心的示威活动，几60个极左派工人党的成员甲支持者被逮捕。总统埃尔多安对救灾伤慢道歉。Sarsıntıların yıkıcı etkisi, olumsuz hava şartları, hasar gören altyapının getirdiği zorluklar gibi sebeplerle maalesef İlk birkaç gün Adıyaman'da arzu ettiğimiz etkinlikte çalışma yürütemedik. 因为这边地震有真侪大楼倒来，伦敦大学的学者讲，真明显是有建筑物无符合安全标准。土耳其司法部也会继续调查建筑施工的弊端，到即马已经有要到200人，因为涉及到施工不良被逮捕。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土耳其甲叙利亚大地震发生超过2礼拜了，有超过5万的人死亡。有一个叙利亚的查甫囡仔，伫发生大地震的时，互伊的爸爸对楼顶弹落来，伊正幸运活落来哦。也毋过伊厝里的人大部分拢不幸过往咯，只剩阿嬷甲伊相依为命。这个叙利亚的查甫囡仔靠伫阿嬷的身躯边，因为这是伊唯一的亲人咯。查甫囡仔住伫叙利亚西北部城镇阿塔里布。初6透早迄场大地震拍出伊幸福的家园。أبوي فيقني أنا كنت نايم أبوي زتني بالدرج أبوي فات لجوا طبق الباب لجوا أمي ما لقيت محل طبيتنا كله أبوي نزل لتحت طبق على الدرج 上活伫捡到的一条命，啊，毋过伊的爸母甲3个兄弟姊妹拢缀伫个土石堆内底过身，只剩伊暂时住伫个倒去厝边仔的布棚。甲伊大做伙阿嬷讲，一世人无看过这么大的地震，迄时阵感觉就亲像是世界末日。أنا قلت للحظات قامت لقيامي وصدق قلت للحظات لولا الحج قامت لقيامي。这场强烈地震造成超过5万人罹难，伫经过半个月过了后，应该袂阁有生还者。灾区开始拆除真侪半毁的危楼，啊，毋过土耳其东南部上大的都市迪亚巴克尔这个社区拜三所民众抗议，要求暂停拆除，并表示还阁有10几只猫狗甲鸟困伫内底，应该先将因救出来。Peki sormak istiyorum biz nasıl bir İslam ülkesiyiz yani? Nasıl yeri geldi mi biz Müslümanız diyoruz. Hani Müslümanlık ya? Nerede ya? Bunlar da canlı ya. Burada çıkarabilir. Beni bıraksın da ben giderim ya. 救援人员后来调直升机总算救出其中2只猫仔，主人欢喜甲哭出来。这社区大楼有100多人不幸在强烈地震当中罹难，因救出任何生命，对灾民来讲拢是真大安慰。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辑。英国甲欧盟昨达成英国脱欧了后制定的北爱尔兰协议，未来英国的货物会当顺利来进入爱尔兰咯。望讲会当来解决英国脱离欧盟了后双方贸易障碍。
英国首相苏纳克加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伫英国脱离欧盟了，就英国加北爱尔兰之间的贸易达成协议。Goods destined for Northern Ireland will travel through a new green lane, with a separate red lane for goods at risk of moving onto the EU. In the green lane, burdensome customs bureaucracy will be scrapped. It means food retailers like supermarkets, restaurants and wholesalers will no longer need hundreds of certificates for every lorry. People sending parcels to friends or family or doing their shopping online will have to complete no customs paperwork. This means we have removed any sense of a border in the Irish Sea. The new Windsor framework respects and protects our respective markets and our respective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protects the very hard-earned peace gains of the Belfast Good Friday Agreement for the people of Northern Ireland and across the island of Ireland. 协议也包括伫北海包括着药品在内货物供应链的增加，维护北海主权。对苏纳克来讲，这边协议讲好势是一笔胜利。至少伫咧顶礼拜，伊也未说服北海民主联盟党，抑个家己执政嘅保守党脱欧派认可。这么大家拢伫咧看北海民主联盟党的反应。We need to look at the legal text. We need to get legal advice on that. 英国甲欧盟当初伫咧脱欧协议内面达成北爱尔兰议定书，和北海实际上留伫咧欧盟关系同盟，抑个欧洲单一市场内面来避免北爱尔兰甲爱尔兰建立硬边界。不过这样造成英国本土的货物要送去北爱尔兰时阵，要过诚侪关卡，防止风险货物进入欧洲成员国家爱尔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罗西亚甲乌克兰小镇已经一冬了，联合国统计有超过800万的乌克兰人民离开乌克兰哦。目前的调查嘛显示讲，有8成的难民望讲会当回去乌克兰。伫波兰东南部的都市普热梅希尔，一天是有5班往来乌克兰的火车，也毋过逐天拢有人要离开，嘛有人要回去。车站大厅内底不时有难民的行入来。即种每天来回普热梅希尔甲乌克兰境内城市的5班列车依然维持运作，一车大约应载300-400人，估计一天有1600人到1800人入境。大约是去年同期难民上侪时阵一天17000多人的1/10。После сильных обстрелов 29 декабря и 31 декабря ребенок просто очень плохо спит, плохо кушает, поэтому мы решили все-таки выезжать,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уже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ет этого. 林内几年惊吓烦恼日子，阿刘娜一家3个人也是选择离开，要飞往加拿大，一切对零开始。尽管到即阵，乌克兰逐天也听到枪炮声音，也是空袭警报。以往有放袂落厝内底人甲故乡离选择转来的人，以普热梅希尔为例，一天差不多有1200人。Нічого ми ніколи не боялися і боятися не будемо. На коліна не станемо. І ніколи нікому нічого ми не віддамо, ні кусочка своєї землі. Хай запам'ятають це на довгі роки. Україна понад усе. 难民人数虽然有渐渐较少，边境城市员继续扮演接济甲救急的角色，市府的服务甲之间便利减少，不过依然一礼拜有7天规工来排班，提供餐饮甲咨询的服务。Jesteśmy cały czas na tak zwanej półgwizdka. Natomiast wciąż tam jesteśmy. Jeżeli pojawi się taka potrzeba, to będziemy na nią reagować. To nie jest od nas uzależnione. Tak długo jak będzie potrzeba niesienia tej pomocy, tak długo tą pomoc będziemy nieśli. 因为今年冬天相对较温暖，平均的温度伫零下5度到1度中间。占波兰的都气用量依然有8成以上，会使互暖气来使用。市府讲增加在烦恼的能源问题无爆发，也毋过根据车站职工的讲法，大量滞留的罗姆人因为语言甲文化的差异，是真做一大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2日指出，北约组织的成员国关武器予乌克兰，就是参加这场战争。所以除了美国、罗西亚会甲北约这个国家协助武器的能力做伙来做评估。另外，欧东地区目前是个战甲真激烈。目前的布格列达尔虽然已经无水无电了，也毋过乌克兰的军队嘛是个继续的抵抗罗西亚的军队。
乌克兰军方发布的无人机识别画面显示，俄罗斯战车伫去乌东的布格列达尔途中，一台搁一台互地雷，或者是乌军炮火拍着，路边拢是炸出来坑洞，害去的战车平伫路边。有的乌军是汽车逃走，有的直接越头驶走。战争已经1年，乌军伫乌东加大攻势，导致大量装备战力，进展所相当有限。顿涅茨克西南部的布格列达尔，甲150公里外的巴赫姆特甲马林卡这城镇，拢是新一波消耗战的一区，加做乌克兰抵抗运动的新象征。布格列达尔市区一片绿苍苍，无水无电。乌军伫巡逻，这太太甲查某囝冒险出门，用垃圾桶啊接排水管内底垃圾水，将民众换入去大地下室也乌麻麻。Так что ничего хорошего не чувствуешь и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ешь, никто бросили нас, ни воды, ничего нету. Вот набираю воду, видите? За наших дітей ми б'ємося, за наших українців всіх, за нашу націю, як би сказати. 俄罗斯总统普廷伫2日接受国营电视台访问，伊表示，俄方暂停参加新战略武器在检调约，不只是因为美国的核能力，也佫包含提供武器予乌克兰，将做间接参战的保护国家核能力。Ведущие страны НАТО объявили своей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на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аш народ страдал,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Ну как же мы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мож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их ядерные потенциалы?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они поставляют на Украину оружие стоимостью в десятки миллиардов долларов. И ведь это и есть участие в известности. 普廷讲，西方国家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瓦解前苏联甲主体俄罗斯联邦。只有迄个时阵，因才可能接受咱国别加入所谓的文明民族大家庭。俄方反对这种只符合美国单一国家利益的世界，呼吁建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公司新闻是会长朋友。今仔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先来看后面，今仔指出讲，因为白罗斯当局继续打压国内的反对派，嘛支持罗西亚。后面已经甲针对白罗斯的制裁延长一档哦，会继续来实施经济的制裁，买来冻结甲白罗斯有关系人士的资产。再看日本防卫省的官员证实讲，中国对2013年到打出动无人机飞经过东海，交了日本航领空有愈来愈接的趋势。会当讲哦，逐天拢有看到中国无人机伫东海海域附近出现。日本的媒体嘛指出讲，中国应该是想讲拍台湾的时，爱先来控制钓鱼台，才会大陆来使用无人机。再来看后边的执委会前几天才打宣布禁止使用 TikTok， 加拿大嘛加入了。加拿大媒体指出讲，对3月初1开始，联邦政府开始禁止政府的行动中止使用中国的 TikTok， 避免受到影响。再看台岛的新摆总统府的主席郭宽敏张过身，食到97岁。郭宽敏推动台湾独立建国已经超过半世纪了，嘛成立台湾制宪基金会来推动新宪法运动。伊过身各界发文哀悼，总统蔡英文嘛感念郭宽敏对台湾本土化的贡献。民进党是表示，郭宽敏一世人拢会推动台湾主权，党主席赖清德会去悼念。我郭宽敏啊，实是跟咱台湾的同胞一体的啦。台湾将来是台湾人家己统治咱家己台湾。一世人推动台湾独立建国，总统府主席台湾制宪基金会董事长郭宽敏20早起因为肺腺癌，伫台北荣总病逝，食到97岁，家属拢有伫伊的边。台湾制宪基金会表示，郭宽敏已经圆满走完伊的人生。这半年来，伊伫病医疗养的过程当中，表示真关心台湾的未来。会有更多的力量共同来防卫台湾，守护台湾的民主。这个郭先生。就算是在调养身体的过程当中，他也非常关心这个发展。郭宽敏伫1926年出世，捌创立台湾春秋日本本地等等的杂志。伫日本做台独联盟委员长的时阵，发起一28示威游行。这回时阵成立台湾制宪基金会，推出台湾新宪法运动。郭宽敏穿在穿白色的西装，这嘛正做伊招牌造型。因过伊捌讲穿裙的无适合做三军统帅。迄当阵引起真大争议。2020年，捌替赖清德参选总统，
而且甲总统蔡英文话讲，爱甲总统的威让出来。2022年上尾一届公开出现，是甲林佳龙做伙出席活动。不同时代的理想坚持者又走了一位，接下来我们的责任更重了。伊的精神，永远鼓励所有的台湾人继续来打拼，来完成这个未尽的志业。政坛各界拢发文笑脸伊，总统蔡英文是感觉真唔甘，感谢伊拍拼推动台湾本土化。也那民进党表示，高宽敏一世人推动台湾主权是真拼死。党主席赖清德会去甲念香。赖清德强调讲，会继续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甲发展。日本驻台代表专入台表示非常遗憾，发文感谢高宽敏为日本甲台湾的关系贡献。也那悼念的场所会伫设置完成了后，开放予各界来对思。高宽敏是早晚就是非正社会，但是台湾永久存在。记者综合报道。高宽敏因为气酸癌过身，医学界是认为气酸癌可能甲空气污染、油烟等环境的因素有关系。最近研究嘛发现讲，有气癌家族史的民众有2%的比例会得到气酸癌，所以建议长期食薰的民众，若是出现扫袂好，也是有气癌家族病史的人，会当考虑讲2档做一届体检，才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先生您好，我们现在做的是肺部低剂量检查。利用这台细部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机器，就使甲病情看甲清清楚楚，及早来诊断是毋是得到肺癌，比传统胸坎照电工检查更加精准。医师讲，若出现扫拢袂好，胸坎听起症状，爱赶紧去就医检查。因为疫情的关系，被拖了快一年的病人，哇，有一些真的就是哇，一发现都是晚期，甚至于还来不及诊断就走了。医师表示，有近70%肺癌是属有气酸癌，而且多数气酸癌患者本身无食薰的习惯，也无上香拜拜，也无逐工去煮食，加上症状甲感冒、扫真共款，所以讲常常被忽视。一旦被诊断出来，往往已经是末期啊。另外，有气酸癌家族史的民众，也有2%的比例会得到气酸癌，开发作年龄大约是45岁了后。应该是跟空污啦，就是大家都觉得说，以前都觉得说可能是家里有煮饭啊什么的，好像这几年也不见得。另外的话，家族史的比例真的好像还蛮高的。医师提醒，近年来国健署推动肺癌的检查，150岁以上男性也是45岁以上女性，而且伊的父母也是兄弟姊妹，经过诊断是肺癌的民众，也佫有食薰食真细的人，拢会使接受每2年1摆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的检查，早期肺癌的治疗5年存活率应达到7-8成。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伫去年底宣布要伫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投资美金400亿来设厂，也毋过纽约时报访问11个员工，因指出讲，伫台湾工程师上班的时间拢真长，这有可能是美国人无法度接受的。台积电是表示讲，因为全世界业务的扩展，冒设几啊种的沟通管道，会当随时来听员工的意见。台积电扩大投资，去年底去美国亚利桑那州设新厂。不过，纽约时报顶一日访问11个台积电的员工指出，台美之间有文化冲突，讲美国员工可能无啥愿意拼性命做工课。消息一个出来，引起各界关注。到了美国，我们会发现他们有比较高度自主的一个想法。你告诉他这个 SOP， 他会说一定要这样做吗？这样做是最有效率的吗？他们很在意就是自己的休闲生活、家庭生活。所以其实时间到了，下班了他就下班了，他也不会管你工作任务有没有完成。产业分析师表示，台湾台积电员工伫人力资源是较主动，而且客户是为全球各地来的，所以有亚洋文化来支持欧美日下客户的需求。工程师伫任务安排嘛有标准流程，而且多功能多任务。台美工课场文化会当讲是真无共款。我伫新创者透露，对半导体产业真熟手的韩国籍 YouTuber 文瑞，伊发布影片讲，台湾韩国晶片产业发展了真好，原因是因为员工的配合度真悬，学习嘛好。而且讲南韩记忆体大厂 SK 海力士，因过去美国设厂嘛拄着文化冲突，尾手是选择放弃。美国人不加班，那怎么办呢？我会觉得是他会是这样，他会把在这个工厂里面的台湾的员工，对吧，召集起来，对不对？他没办法也得来加班，你1次2次行啊，那你时间久了的话呢，能行吗？针对这点，台积电表示，亚利桑那州晶圆厂是提供台积电公司招募全球人才真好的机会。
今麦全球业务扩展，公司积极强化内部培训，来促动全球人才共用，嘛设立多元沟通的管道，对员工分享有关工作环境任何的想法甲记录，拢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防部证实讲，美军的 P-8A 巡逻机第27有通过台海。美军的第7舰队强调讲是要维护自由的印太地区。另外，最近中国小型的无人机几啊届去交了咱的外岛防区，解放军嘛常态性派中大型的无人机去来搅乱台湾。国防部为了确保空防，会甲遥控无人机防御系统提供予海陆空军来使用哦。那讲到中国的侦察收集的方法毋那只有气球，加拿大军方嘛证实讲，伫北极海也有中国的浮筒出现哦，可能是监视美国的畅水艦。美国海军 P-8A 巡逻机进前才伫南海加强军来对峙，国防部证实，一只 P-8A 巡逻机27由北向南经过台湾海峡，美军第7舰队强调是典型维护自由印太承诺。拄着强军27开始伫黄海实弹演习，美国甲中国比较意味真高。强军继续对台湾威胁，也定来出动中大型的无人机来侵扰。金门军营就不受到小型无人机的干扰。国防部强调，遥控无人机防卫系统今日交付各军种、甲各兵种来使用。日本防卫省也证实，中国无人机因讲每天威胁东海海峡领空，而且毋但无人机，当因北发现中国落来的空飘气球，进前北部空气阁出现不明的空飘气球。学者分析，等待未来 MQ-9B 海上卫士无人机来交会，就使接手幻象战机，侦察来查高空气球的任务。MQ-9B 海上卫士这一类的那个大型无人机，慢慢的到位，然后成军，然后形成战力之后，有一些任务可以用它来处理，它的经济效益会远比有人战机要高。美国也已经有测试完成，就是用它发射响尾蛇飞弹，就是击落空中目标的记录。中国想要来侦察全球，加拿大军方证实，北极海峡保有中国目标出现，疑似监视美国舰舰，也佫有兵船扬起的情形。Yeah, Canada should restrict those systems from operating in Canada and prevent science from being executed in Canada because of the concern of the dual use of the systems. 学者分析，就算是中国民间的目标，也可能加强军来分享资讯，对着天顶的气球、海上的目标，来更加注意强军腐蚀地带策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有几个里长组团去中国访问，风声讲可能会甲中国各代办的主任见面。带队的里长刘启峰是强调讲，这是民间社区的交流，也毋过有人质疑讲中国是会统战。基进党高雄市员张柏勇就讲哦，村里长轰动这是统战的机仔，这大家拢知影，伊嘛批评政府拢无作为。高雄凤山、三民、左营、甲燕巢等等几个所在的里长，最近组团去北京参访。中国各台办下底媒体《中国台湾网》也佫特别报道，讲是疫情防控新的阶段了后，北京经接头一个台湾基层社团参访团，也佫传出各台办主任宋涛会亲身来接见。带队的省议里长刘启峰讲，这是民间正常社区交流的活动。我们交流都是一般的生活上的一些面向啦，就是环保议题啊、长照2.0啊、一般的里民啊、社区发展协会的啊，还有一些那个社团啊，促进入境这个移民署那边都有记录啊。其实2月初，高雄省议里嘛有甲北京西城市信做伙庆祝元宵节。北京西社区100多个民众伫饭店，透过镜头甲台湾民众做伙过节。中国媒体佫大幅度报道。加上疫情进前，2016年，台北市有133个里长捌自费去上海，到位了后由上海代办来招待，也佫伫咧参会替中国统一是责任的布条翕相，引起争议。有民代烦恼讲，中国持续透过民间活动的名义，暗中做统战的操作。中共利用所谓的基层里长的交流来进行渗透，这件事情其实行之有年，那你知我知，政府都皆知哦。那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动作，也看不出来有任何的警觉心，真的是大开我们国安的一个漏洞。刘柏勇呼吁政府修法，阻挡统战操作的空棒。根据法规，这届高雄里长参访团并不是2花条例规范去中国需要报备的对象。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本社掩埋场昨日的半暝火烧，火阁还未拍花哦，烧本社的臭味，互当地民众是真怨叹。市政府是表示讲，可能要1礼拜才有法度完全拍花。
怪手一直学降温边的消防水线是一直冲，不过继续烧的花尾一万户过掩埋场拢是乌烟。台东本所掩埋场自6透早就火，经过几天的拍火，火势虽然控制掉了，不过27透早依然有火尾在烧。根本没睡，我们去睡饭店了还睡。大概有50户，大概有200多人。4点5公顷的掩埋场有汽车面积着火，大量乌烟甲臭味，互民众头壳晕会吐这状况。官府紧急向婚姻调向移动监测车监测控股。有比较偏高的是悬浮微粒，目前其他部分没有影响。监测结果，互居民无法度接受，加上掩埋场毋是第一摆着火，透早探馆长邀请领导人到现场巡视来定情，希望赶紧拍火甲本所气化。我们24小时消防局同仁都在轮班，没有停过。70吨的那个垃圾进我们的掩埋焚化炉，那焚化炉一天可以燃烧大概有225吨的这个量。所以我们每天现在我们每天预计至少会有50吨的量从掩埋场进到焚化炉。官府承诺会协助安置身体无爽快居民，不过因为着火范围大，加上本所长期掩埋有垃圾区，消防局承认拍火有一定的难度，希望在1礼拜内完全拍火。记者综合报道。中华关分园管庄村的福德宫，为了要庆祝26周年，请68坪布袋戏写新演出，戏棚一个接一个，有600公尺长哦。布袋戏拼场是热闹滚滚，咱做伙来看卖。布袋戏红仔伫咧台顶对着大卡的锣鼓声伫咧人，中华分园乡一间土地公庙庆祝建庙26冬办布袋戏公演写神。这边破纪录，正68个戏棚，所有戏班沿着车路排几排，大家互相掐拼。非常的，就是气场很强，这样。怎么说？就是很壮观，然后就是很有气势，这样子。对，就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无看过这么多那个布袋戏，60几个，看起来感觉啊，很壮观啊。一寡戏棚排几排，有到600公尺长。民众讲，毋捌看过这么大的场面，敢若是自头行到尾，行一抓就要半点钟。庙方讲，每年这个时阵拢是建庙周年，再加上甲土地公做生日，去年就请66个布袋戏班同时公演写神。今年信徒观现好市，增加到68坪。这届做68坪，比顶年佫加2坪，拢大家这个信徒佫这个信者，拢大家捐献共同的努力，才有今仔这个盛况。我相信八公嘛是看到烟火缭乱啦，咱人就烟火缭乱啦，八公嘛是一定看到有啥啥。庙方讲，福德正神当年必有乡里，民众凝聚虔诚的宗教信仰。除了布袋戏写神以外，还有平安餐暗宴，这也是地方的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台南的永康有一个真特别的传统风俗打饼。地方上的人哦，有囡仔出世满月，毋是送油饭甲红卵，是送水饼。公所配合高雄宫的打饼节，特别邀请台语文学专家，甲大家来念歌诗哦。希望讲会当甲打饼的传统代代传落去。高雄宫护家乡打水饼做生囝。照古早咧，生囝满月就爱送油饭甲红卵。按照台南永康较无共，有一个流传100多年的传统打水饼。当年的旧历正月20正前一冬内，有囡仔出世的人家，就爱传水果饼分送给庄民。高雄宫护家乡打水饼好生囝，古早风人人看，民俗情代代传。为着要让大家了解这项传统，公所举办体验活动，邀请在地台语文学专家，甲大家唱打饼的歌诗，搁找人来演奏violin，若听台湾歌谣，若行到考卷课岸边，介绍早期西市的人文风情，展现苏当时生活的情景，怀念故乡的美丽。高雄宫的打饼节，伫台南关时代早就登录做县城民俗。上早的时，干那添丁生后生才会分水饼。毋过时代咧改变，生查甫也查某拢是福气。因空打水饼，分享处理囡仔出世满月欢喜的心情。透过活动，互外界了解在地文化的特色。
记者综合报道。今年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将伫西班牙巴塞隆纳开幕，预估会有8万人参加。今年的重点放伫原宇宙甲5G、6G 相关的技术应用哦。有研发商哦，对于人体 Uber， 互民众哦会当伫线顶来做虚拟的小旅行。另外，佫有啥物新的技术，咱做伙来了解。用遥控器控制要行的方向，卖事人现此时就徛伫日本的街路。日本公司研发的远端随选代理服务，透过影音串流，由工作人员实际去人客想要去的所在，就算消费者无法度去现场，嘛会当享受出国旅游的趣味。这个服务嘛，方比如做是人体 Uber， 会当替人达成几种所谓的任务，为沐浴展览会到小旅行，拢是因的业务范围。Have you ever wanted to travel, going somewhere when it's like a difficult time like COVID or when you don't have the budget? So Genchi makes it possible for you to travel there. 有日本人工智慧公司展示所谓复制技术，工程师利用声音、视觉甲对话数据，做出所谓的复制人，会当伫咧处理陪伴人类。就算有关生产复制人的规范目前还阁无明确，未来也是会当期待这种技术用来服务人客。If your mother is left alone at home, suffering from dementia, we can deliver a clone of herself so that this clone can look out for her. 另外，今年的世界行动通信大会，6G 甲元宇宙拢是讨论的话题。中国华为甲小米，还佫有 Nokia 手机制造商 HMD 等等的大厂，拢按上伫今年的大会发布新产品。厂商嘛期待会当刺激投资，深化5G 稳定的发展。公司新闻杨间编译。来看加拿大蒙特罗市的脚踏车专用道有900多公里长哦，差不多是咱台湾环岛一年的距离。所以遮哦，一年四季拢看会到有人的骑脚踏车。嘛，互外界讲哦，这是北美地区骑脚踏车上好的都市之一。城市站保暖的衫，各种颔棍的保暖套揪到耳仔，挂大护目镜甲安全头盔。萨瓦尔装备较全，跟脚踏车准备出门。魁北克省的蒙特罗市零下40度的暴风雪，车路顶悬也有真侪亲像萨瓦尔安尼照常骑脚踏车出门的民众。Tout à fait. Au début, on était très peu nombreux. Puis maintenant, surtout depuis que les pistes cyclables sont dégagées, depuis 2 ans environ, là, il y a beaucoup plus de cyclistes d'hiver. 为减少空气污染，鼓励市民使用无污染的交通工具脚踏车作为都会区内底上班、读册、甲买物件的交通工具。蒙特罗市大力推展脚踏车专用道，目前总长度有900公里，到2017年佫会增加200公里。当局规划目标是希望脚踏车应占市内总交通量的15%。在2020到2021年之间，无论是热天也是冬天，脚踏车的交通量都增加到20%。脚踏车业者表示，这几年来冬天上门顾客年增率是15%。C'est dû, je pense, aux gens qui s'habituent à voir ça, à cohabiter avec de plus en plus de cyclistes qui roulent l'hiver. Le réseau est de mieux en mieux déblayé, donc les gens ont envie d'essayer, mais je suis prêt à dire qu'on a à peu près un 15% de plus de clientèle qui roule l'hiver à chaque année, que ça grandit. 业者指出，雪地骑脚踏车出门无需要增加新的装备，除了备具的车链，亲像伫冰箱抓地力较好的箱顶啊车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仔天气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12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6度。南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司台语台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